大家好，歡迎來到今日頭條，我是主播小飛。今天是3月29日。美國總統川普近日針對伊朗局勢發表了震撼性聲明，他宣稱伊朗的政權更迭已經完成，並且美國與伊朗之間已大致達成一份15點的和平協議。根據 TVBS 新聞網的報道，川普總統在談及德黑蘭政權更迭時表示，伊朗原本的領導層都死光了，暗示這是美國軍事行動的成果。這一說法與三立新聞網 Satin.com 的報道相互呼應。該報道提到，川普稱伊朗已送來20船石油，作為達成協議的誠意展現。聯合新聞網也報道，川普總統在同日宣稱，美國已掌控了戰略要地荷莫茲海峽，而伊朗正在乞求達成協議。回顧此前，美以聯軍對伊朗展開了猛烈的軍事打擊。據 X 上的 INT News 在3月29日的推文，川普曾表示，3天前沒有人會相信美國能夠摧毀伊朗整支海軍的158艘船隻，以及讓伊朗空軍和大部分導彈報銷。現在，川普強調，伊朗已經換了一批新的領導人，這些新人態度相當講道理，這就是實打實的政權更迭。中時新聞網也提到，川普曾表示想奪取伊朗石油，並能輕鬆拿下哈爾克島，這顯示美國對伊朗戰略資源的掌控決心。川普此次的強硬立場和果斷行動，不僅重塑了中東地區的政治版圖，也為全球能源供應和地緣政治穩定帶來深遠影響。這件事影響可不小。美國政府一直以來都堅定支持以色列在中東地區的國家安全，並將伊朗的核武發展和地區擴張視為重大威脅。這次的政權更迭和協議達成，可以說是美國在中東政策上的重大勝利，也預示着未來中東地區可能迎來一個相對穩定的新局面。美國最高法院近日就郵寄選票的寬限日問題進行了激烈的辯論，大法官們各陳己見，對此案的判決將對未來的選舉產生重大影響。據大紀元報道，美高院此次審理的是密西西比州姆興邁克爾、沃森和共和黨全國委員會提出的案件。主要爭議點在於選舉日後收到的郵寄選票是否應享有寬限期。New Talk 新聞和Yahoo新聞均指出，保守派大法官普遍對郵寄選票的寬限期合法性及其可能帶來的影響表示質疑。他們擔憂，若允許選舉日後收到的選票仍然有效，可能會為選舉舞弊打開大門，損害選舉的公平性和公信力。過去的經驗也顯示，郵寄選票的擴大使用，尤其是在沒有嚴格監管的情況下，確實引發了不少爭議和質疑。這項裁決的重要性在於，它不僅關乎未來美國各州選舉程序的統一性，更將直接影響到選民投票權的行使方式以及選舉結果的公認度。最高法院的最終判決可能會導致一些州對其郵寄選票政策進行調整，以符合法庭的裁決。這對美國民主制度的健全運作至關重要。最新發布的全球自由度報告顯示，台灣在亞洲地區表現亮眼，以93分位居亞洲第2自由國家，而中國的自由度評分則僅有9分，形成鮮明對比。根據《自由時報》的報道，陸委會特別點出中國僅獲9分的低分，這反映了北京當局在人權和公民自由方面的嚴峻現狀。中央社 CNA 和風傳媒均指出，這份由自由之家發布的報告，評估了全球各國的政治權利和公民自由狀況。台灣的高分再次證明了其民主制度的成熟與活力，也彰顯了台灣人民享有高度的言論、集會和結社自由。相較之下，北京當局長期以來對異議人士的壓制、對網路和媒體的嚴格審查，以及對公民社會的限制，使得中國在自由度排名上持續低迷。這也再次證明了中共政權對人權的漠視。台灣作為一個民主典範，其經驗對全球民主發展具有重要參考價值。這份報告的結果，不僅是對台灣民主成就的肯定，更是對北京當局威權統治的無聲批判，提醒國際社會持續關注中國的人權狀況，並堅定支持台灣的民主自由。美國國家航空暨太空總署 NASA 近日舉辦了一場探月發射準備更新會，揭示了其在太空探索領域的最新進展，尤其聚焦於亞提米斯2號載人登月任務。據大紀元和新唐人電視台的直播報道，NASA 在會議中詳細介紹了該任務的準備狀況，這標誌着美國重返月球、最終登陸火星的宏偉計劃邁出了關鍵一步。科技新報 Tech News 指出，NASA 的目標是將於4月1日發射亞提米斯2號，儘管日期有些巧合，
但團隊對任務的成功充滿信心。這次任務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它不僅是自阿波羅計劃以來美國首次將太空人送往月球軌道，更是為未來的載人登月和建立月球基地奠定基礎。BBC 也分析了當前新一輪太空競賽的利害關係，強調重返月球不僅是科學探索，更涉及國家戰略利益和科技領導力。然而，香港01也報道，NASA 為確保2028年載人登月任務的順利進行，已調整了部分計劃，取消了波音公司的某些項目，以優化資源配置，提升任務的成功率。這次探月行動的成功，將再次證明美國在太空科技領域的領先地位，並激勵全球太空探索的熱情。以上是今日新聞摘要，感謝你的收看，我們明天同一時間再見。